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Nur Hasana，哈珊啊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依家30歲， 30歲，結咗婚未？未結婚，未結婚，係single mother定係真係未結婚啊？有冇小朋友啊？冇小朋友，冇小朋友，冇小冇朋友，哦我未結婚啊。未結婚，咁嚟咗香港做嘢幾耐啊10月？10個月。 10個月頭，哦，你幾時嚟香港做嘢㗎？今年6月。 6月頭，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小朋友啊，照顧小朋友同埋先生太太。同埋先生仔女，咁煮餸買餸啊，煮餸買餸，咁湊小朋友返學放學，好，同埋要煮定啲飯拎去俾小朋友食。好，咁煮餸好叻㗎咯喎！而家見你嗰啲相，好，因為日日太太都要你煲湯、買餸，煲湯買餸，好，同埋要切得好靚，因為阿太太想你好似變咗個 chef 咁，係咪啊？係 Master Chef，哦，咁你係識講英文嘅？我識，喺邊度學英文啊？係巴黎啊，喺巴黎學英文。咁喺香港照顧先生太太一個小朋友，好，平時要做啲乜嘢啊？幾點鐘起身啊？好，6點鐘啊，咁早起身，6點鐘起6身，點鐘起身，跟住就整早餐俾先生太太同埋小朋友。好，使唔使帶小朋友返學啊？好要啊，要帶佢返學，要，跟住就返屋企買餸煮飯，好，整個午餐就拎去俾小朋友，好，然後就再返屋企清潔。好，咁小朋友幾點鐘放學啊6點鐘啊，哦，咁耐啊好， ？6點鐘放好學。 6點鐘放學，因為咧佢 athlete 啊，佢自己有課外活動。好，哦，咁就6點鐘放學，跟住等埋先生太太返嚟食飯。好，咁你都好忙喎，因為我見阿先生阿太太都好奄尖喎，整啲餸係咪啊？係啊，好唔該晒你嚇，拜拜。拜拜。